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Vincent啊，今次同大家介紹下 R 鏡。咁呢支 R 鏡嚟講咧，其實80-200四光圈。咁呢支個同早期嘅80有少少唔同。早期80-200四光圈嚟講咧，就係 Minolta 代工嘅。咁呢支嚟講咧係去到咧1995年先至正式誕生嘅啫。佢個做工一路去到09年左右啦，咁直至到拉卡殺晒成條 R 系列咧就停咗噶啦。咁呢支鏡個鏡組嚟講咧就12片玻璃啦，就8組鏡嘅。咁一般好似而家呢個時間咧就好適應啲長火嘅嘢嘅。咁我哋啱過咗嘅端午啦，咁嚟緊嚟講可以影荷花啦，嚟講好多時去旅行啊、行山啊，都會影一啲遠風景嘅景物啦，咁比較上適合嘅。咁尤其是如果喺山頂上面影啊，或者你一啲山腰度影一個海景啊，又或者係好似夜晚嚟咁啦，好似早幾年嘅 Super Moon 啦。咁如果假使間喺青山嗰個位置度影翻過嚟咧，會見到個黃金海岸啦，有維港啦，再加上個月亮嘅，可以有個咁嘅配搭，再加上條青馬橋嘅，咁都好適合用呢種長火嘅鏡頭影相嘅。咁至於呢支嘅 zoom 咧，同埋個重量都比較輕身，方便攜帶。咁由80啦到200，咁個 zoom 嘅倍數嚟講咧就2.5倍嘅 zoom 嚟嘅。咁光圈4光圈，咁其實4光圈長火鏡頭咧其實好夠用，因為如果光圈太大嘅話，個景深太淺太散嘅話，你個影像係唔會咁結實嘅。所以嚟講咧，我哋建議嚟講，好多時玩長火鏡頭咧，未必一定需要好大光圈。大光圈嚟講係只不過喺舊有嘅單反世界裏邊咧，係方便咗你對焦，但好多時往往拍攝我哋都會用到嘅光圈係5.6或者係8。